美女，你的钱。咋了？忙死了，找你谁干活去？你能行吗？你接的还行嘞，专业的哥。徒手劈西瓜，当心嘛！行，你帮我握住，我表演给你看。好，来，快！豪情在天，谁能与我争锋？嘿！姐姐啊，你知道悲喜交加是什么感觉吗？我让你体验一下吧。看，哎，别！就是悲不悲？这么多发工资了，剩下的那也不够啊。还有，开心吗？哎，就这老娘不会说高兴。走。哎，别闹，洗头呢。谁？别闹，他妈洗头。指挥员，你洗头呢？他妈有病啊你啊！干啥呢？洗个头呢，自家撩屎的。起来！来个冰淇淋。好嘞。大家慢。到底还给不给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爷一天直接打我，直接套着我。说老实话，我不想再惹我就哭了。要上包了，没得毛皮老铁。
操你妈的，这么神秘，你他妈拉个粑粑呀你啊！操他妈！他妈拉粑粑就拉粑粑呗，像他妈狗似的还做个记号。走。